秋冬季节哦，咱台湾空气污染就会愈严重。环保署公布上新的统计，今年空气品质监测各种的污染物拢有改善，空气品质指标伫良好甲普通等级比例是超过9%3。冬天一个到，天色看起来蒙雾一片。环保署27公布空气品质的监测结果，表示这3冬来台湾 PM2.5的浓度拢伫标准以内。不过去年的数值颠倒有较悬。气象局解释，这是因为高气压亲像一个挂砍条咧，互空气污染物较恶散去。109年的下半年到110年的上半年这段时间，适逢台湾的100年大旱，除了一方面空气相对的比较偏干燥。同时呢，稳定的天气呢，也造成了大部分是属于偏向高压所笼罩的范围。台湾的逆温层高度呢，会相对的比较偏低，因此呢，整体污染物可能扩散的空间就会相对比较有限。展开这3冬来的 PM2.5统计，2019年的平均是16.2，超过标准15；2020年降到14.1；2021年因为无啥落雨，所以数字阁起来到14.4。今年落雨的天数较侪，加上环境政策出现效果，所以 PM2.5的数字降到12.5。大量减少燃油跟一些燃煤啦、其他的固体的这些的燃料哈，看到的这一个整个一个改善大概达到了95%哈。有老旧的这个机车也是一样哈，今年到今嘛目标157哈，那现在已经大概淘汰了168万辆哈。环保署讲，空气品质即马有得到控制，不过民众若感觉气管无爽快，建议出门要是刮吹暗。记者麦上英曾准由台北报道。